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今日嘅村民大会，我带大家来看30年前，民国77年12月28日发生喺台湾。对汉人来讲，做啲讲係动从一位一个社会运动、万我母语运动。今年拄好係亚红运动30年。故所今日村民大会节目，唔但將我帶大家來了解當時嘅歷史背景，韓國做馬行人，我睇當時行上記錄來爭取講客韓國睇傳播節目上有講客嘅權益。韓國呢，我哋看準也30年過後，當時嘅訴求有完成幾多、達成幾多，韓國未來有哪條我上網答辯嘅素材，聽得俾大家了解今日來賓。頭位來賓係客委會嘅副主委楊崇正。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聽位來賓係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內嘅榮譽教授羅少劍羅教授。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同鄉親講到嘅係楊崇正副主委，韓國羅少劍先生係當時30年前都參加亞蟲運動，做到講係亞蟲運動當核心嘅人物。第三位來賓，我同大家紹介係三角台後生樂團嘅音樂總監顏志文顏先生。大家好，我係顏志文。第四位來賓，佢係亞拜韓國來參加從6強當中上去較後生嘅代表，佢係客家後生代表楊日嘉。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楊日嘉。今日咯，村民大會我哋討論一個萬我母語運動30年咯。我先帶鄉親來看到，睇當時台灣社會經驗過後，其實有當到嘅運動都睇社會環境發展起來，大家都行上記錄來爭取自家權益，從大家都啲嘅農民運動也到。唔過唯一第一咧，比客家來發生嘅就係呢萬我母語運動。當時有3大訴求。當時嘅人也客家新聞雜誌、客家風雲雜誌嘅條大量嘅，希望呢台灣嘅各個傳播節目，或有客語嘅電視新聞節目。韓國天氣訴求，愛修改廣電法對方言嘅限制，韓國我哋改做保障條款。當時人怕講母語係方言，不過也大家當然尊重，都講也係阿美嘅話係母語，客話就係安尼對我來講就係我嘅母語。韓國第三面呢，就希望要建立開放韓國多樣嘅語言政策。其實上排睇一下安尼嘅時代，雖然講係當幸福，當然想講佢當時講客會受到觸犯韓國本人禁止哦，喺我嘅生活環境當中，其實係當然想象得到嘅。故所講今邊呢，我請一條前輩來同大家講，當時嘅時代背景，韓國也係環境，應用嘅特色呢，韓國未來應用嘅韓國新聞答辯哦。再過來呢，我帶鄉親來看到，其實當時哦，像家下副主委講，呢度也向運動作為當代嘅文獻，希望帶定鄉親，我抽大家向行上記錄，俾大家整理睇當時看到一張圖。每次都一整下冇會學到一樣嘅，也係呢國父孫中山先生嘅一個圖像。而當時係帶定最咩？韓國最當行韓化嘅圖，表示講而冇法度講客。唔過當時大家就希望用佢來做榮譽代表，帶定大家來行上記錄。因為當時嘅社會環境，呢政府要推動國語政策。當時行業並冇受到尊重，韓國客話，喺講客就會受到當地嘅打壓，咁真嘅安尼，等下停來搶救。韓國我知道一重要嘅就係講，現在當時嘅學校教育，韓國傳播媒體受到限制，亦都因為安尼會造成客家人韓國生活不當唔呢片同現代嘅自信，韓國娛樂界都連接唔到。故所講，後生嘅行業都唔曉得講客嘅。像我自家啲嘢，我係出世睇客家狀態嘅，睇某啲我係同阿公阿婆鄉下睇，亦都土地我同我講下，我說我出世就會講下。你到電視台嚟做聲，我就用我母語來反射，我想愛傳承，也係講繼續講客嘅安尼嘅信念啊。我想愛一開始我先請教哦，看你家安尼嘅訴求，韓國一種文獻，副主委，安尼我使嘅安尼嘅。圖也係講，也都會請出按那些想出這麼多的方式，而請大家來行上記錄。嘿，認真在那個時候，銀行認真講，就是完全受到了打壓，讓你們非得一定要行上記錄係。我想係喺規則嘅台灣民主化嘅氣氛啦，嚇。80年戒嚴嘛，嚇。呢個戒嚴前後，台灣各種
人民的声音就出来，所以客家人也感受到讲，你自家族群的文化吼、语言啊，其实也係都威權時代本人打壓，吼，然後其他運動講公運啊、農運啊、環保運動啦，吼，所面臨的共同的問題就國家機器的壓制啦，吼，所以嗰時節咧，你也看到講客家已經開始有危機感嘅，吼，我想相對看係一樣，吼，規則嘅環境來看就講，整體自家嘅權益一樣嘅概念都嗰隻時代啊，吼，已經咧普及到其實此時嗰隻時代知識分子，吼。大家注意安樣嘅理念，所以嗰時節咧，那個林義雄先生啦，吼，邱永基教授啦，都吼，佢哋做那個總傳人設計，然後判那個雜誌吼，我想係咧，先從要做講內在危機感個外在規則嘅社會改革嘅氣氛吼，大家開始重視自家嘅權益，因為要台上講出來。古所講，唔講是算係較後生嘅代表係。哦，嗰時節咯，嚇。呢個時節，他們25歲左右嘅樣嘅啦，嚇。25歲也冇好前後生啦，嚇。25歲太好存嘢未嘛？我嗰時節咧，我講嚇，我1963年咧，然後係算25歲，我嗰時小學。呢度也行運動。唔係呢度也行運動，嗰時看到台灣嘅社會運動嚇，冇到樣樣東東嚇，時代太改變，你很多讀物嘅書咯嚇，我就返小學來到台北。一開始想去參加公園啦，公園工黨都分裂啦，你要冇熟悉嘅咩唔對去奈啊嚇，一隻機會之下嚇，接觸到客家雜誌，我就想講嘅各項運動都有人做啊，你客家運動一定係你客家人設計啦，反正嗰時節做運動反國民黨全部都黨好啦嚇，所以我想嘅你出嚟做設計嘅模擬啦，多謝副主委，加副主委講到嗰時也從運動佢。呢度我嚟參加，韓國想去參加安尼運動，同太后表態，強下嚟參加運動。所以呢，嗰陣時安尼嘅社會背景很樣板，睇過樣片，帶大家強下嚟了解。我們是來自全省各地的客家同胞。民國44年12月28日，人民在武林期帶領抗議大風災去立法院進行，開始加騎警國父孫中山的相片，上大家下都算係國父未順地圖電視上講客。40年來納稅做義務人，中華民國的義務人員，但是做那個稅金，不用受到應該受得的利息，所以基本人行商街頭，做喺政治位，喺政治人客家文化。民國65年，公布電視法公布了後，年輕人減少媒體向用方言的比例。76年政府概念了後，本土語言的節目還係受到限制。為咗要求開放嘅語言政策，由台大教授邱榮基還有報社記者同學者領導，成立客家風雲雜誌，呼籲客家族群應該上網改變弱勢的情形，同時要求放鬆抗議的節目。咩單向係客家人咧，客家文化點點啊！整體台灣咧，款嘅文化嚇，台灣嘅歷史嚇，台灣嘅東西嚇，做唔得研究，做唔得講，做唔得注重嘛個台灣啦，嘛個客家啦嚇，做唔得啦！你講咧，充滿公平啊，冇平等啊！我打破咧講咧冇平等咧，講咧情況咧，我哋當然客家腔人我起出來啊！由客家風雲雜誌後手，國家台北市頭77年8月判第100億名字，4月3日有10萬人來參加。所羅個10月新竹米苗200周年的慶祝，來個抗議的熱情，30外界社團成立客家權益促進會，所以安尼後手抗議行上記錄，要求雙語教育設客話廣播電視，還有修正公聽法第20條，慢慢減少方言節目的限制，還要同對客話的限制變做對客話的保障。所以好嘅東西會留下來。跟人講你客家話唔會講你陪煮，這是很嚴重的指控啊！該你政府啊推動講國語，該講呢個可以大家共通嘅語言啊，我就當然贊成啦，但是推動共通的語言，不可以抹殺各族群的語言。
根据民间的强烈诉求，到82年8月初二，总统府公告哪怕公天法第20条。连晚各种社会课程、乡土教育要合法教學，客家電視台、公客廣播電台未基建成立咧，近年對抗起來都行出來基建30年，或者係應用上銜接同文化傳落去咯。話嗌客家話韓國和平奮鬥叫客話，係當時一道客家前輩睇下從運動後顯出來嘅話語哦，我用安尼來請大家從事誒模擬應用嘅。到傳播媒體方有看得到、聽得到嘅機會。三兩日先請教勞教授嘅就係講，人家可能一種文獻一個國父，大家都知嘅行業，嗰陣時係特別寫一啲文章，按到治國父文係突出來。嗰陣時有冇想用安尼嘅方式，韓國請國父用假嘅相片來帶領大家參加一項活動？因為我做語言研究嘅，佢有文學出身咧。就喺我哋寫一篇祭文啦，到拜家下啊，就用客家人啊，就相當於係國父也係客家人，安尼情況呢，唔係咧客人去發生，嗰個祭文對方內容呢，差唔多就係對方講嘅按多扎重要嘅訴求嘛，前幾呢就喺度會想到就講電視台對方按到嘅節目。始終呢就睇唔到客家話節目到對方出現嘛，佢當然也係大家要求簽到嘅嚇，佢其他廣播咪同樣，佢兩個呢可能大家壓力前提就講學教對方嘅教學，因為早期呢禁止大家都學講方言嘛，嗰個學教對方呢根本冇機會講乜嘅本去講客話，甚至於講為了教客話嘅行家冇可能。嗰個當時呢就希望講電視呢要有客家嘅節目，個學校教育呢做得呢用方言呢來教學嚇，沒有方言教學，要有方言教學嘅節目嘅課程，當時就按呢要求。我想我寫一篇東西就係按呢嗰種社會嘅背景啊，語言呢根本冇辦法發生出來。自然呢寫嘅祭文家就用安尼嘅方式呢寫呢內容啦。一當中，依種係要同嗰陣嘅新聞局也係乜嘅，有溝通過，簽名也就爭結天，溝通沒有效果，簽名當結天，我行上記錄。嗰時即係為到講本嚟就運動做得順利來進行來上街頭，大家也透過各種嘅人際嘅關係。去簽國民黨嘅態度啦，嚇，你哋去講好，我哋冇一樣嘅人，我哋唔係一樣錯犯人，我哋所主張語言權利，老政府都冇關係啦，你是做文化天天啦，嚇。單純嘅喺我嚟看，當然係政治嘛，嚇。但是嗰時佢係說想辦法嚇淡化嚇。我記得嗰時吳伯雄先生佢做內政部長嚇，也係國民黨總常委。你就講唔記得國民黨總常委，然後講兩句嘅嘛，嚇。佢一當我大太極拳嘅人嚇，講實話，佢要聽數啦，嚇上幾條有咩協調講嚇建立嚇警方啦，呢個啲之間嘅嚇強勢呢個部分啦嚇，要到穿針引線啦，嚇。但是呢，對於啲訴求嘅部分啦，嗰時節咧嚇冇一隻真正人物嚇，就講呢個執政黨嘅真正人物，冇一隻提出來支持啦。後來我記得。布條有較多批判政府嘅嚇，後來有人講冇按觸嘅嚇，比如講原的喂，所以後來甚至有出現講我擁護政府啊，嘅擁護政府還出來行做乜嘅咯嚇，做幾隻時節咧，大家嚇要想愛爭取自家權益，要強啦嚇，所以講強勢啦嚇，但是嚇我認為嚇強有咁上去就。很多勇敢啦，嗬！佢唔強上去嘅嗰種昂膽嘅，嗬！強要咁上去就很多勇敢啦，嗬！嚴老師，你係綠隊嘅推背喎，嗰時要誒辦公運動嘅時節，睇南浦敢唔敢注意到？也係講嗰時基建睇台北做音樂嘅。而個運動本身係冇參與嗬，因為佢但是喺報紙上看到嘅個運動嘅時節可以嚇就會嚇講，安啲事情都都唔對咯，嗬！所以看報紙上對。即係意思，如果以後我喺台北工作吼，其實我順碰順咧吼，因為我同客家喺台北嘅一個社團基本上也冇乜個連結啦吼。
所以变成讲可能也个发通的手续，基本上都无机去接触到，哦，所以看到的时间已经产生了，是学习一下吼。不过也件事情对后辈要投入做客家有直接嘅影响。個一時間吼，一時間就想講，係啊，安尼做咧音樂人，對客家多大有乜可以真實吼用出力來去做嘅事情。其實也可以講到一個萌芽，吼，就因為一個萬我母語嘅運動啊，因為講有個運動對嘅人來講吼，最大嘅意義係啲啊啦。當然後來因為一連串嘅事情，就講音樂方面嘅發展吼。所以講方咧，近邊啲客家音樂吼，都一下人哋看到吼，還一看得啦吼。所以講，我認為係對一個運動開始。好，多謝欣賞。日家人用嘅就看到，因為你係先從清後上嘅哦，這樣是唔記多些啊，有感受到安尼，冇法子講下嘅環境。1988年嗰下我用8歲啊，老實講，其實我係唔知嚟隻運動。但我的整個政治啟蒙和社會啟蒙吼，是在兩種運動的2年後。嗰當時我國小3、4年級嘛，我記得一件事情影響我非常安泰是講下課時間啊，同學嘅請我聊，其實向我講，葉日家我講做乜嘅，還是講三家是做乜嘅。我順頭有一個糾察隊學長韓國是讓我名額抄起來，是讓我說髒話，就是我說髒話，結果。過幾個禮拜之後，在升旗典禮的時候哦，全校的學生都哭咧哦，在導護老師是該宣布哦，在上週不規矩的學生說髒話，夜日家是該記起來，那對我當然是一個羞辱。在那個時候，國小3年級，然後是有事情穿着我卡，我媽問我講，做嘛啲學校講車位，我講我冇講車位，我講客，我媽媽講我講做得講客做得。就這件事情，我的政治啟蒙和社會啟蒙，就這件事情這樣子紅起來。你要想那個時候是解嚴後，1987年解嚴，88年客家運動，然後我是90年國小3年級的時候，10幾年，就解嚴後的3年的整個台灣的社會的氣氛，很係安養人的一個社會氣氛。運動30年過後，我想有條訴求一類來完成啦，又做了簡單的整理。喺民國90年的時間，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也係經按到客委會佢成立嘅，係專門嘅客家專職嘅機關。下來呢，知識體內嘅部分，學院嘅部分有3院2所，喺台灣嘅客家嘅研究方面，有看得到有開始有成果嘅啦。再過來呢，看到嘅係有關客家傳播媒體，就係講是按到前邊經講嘅，希望我有發展嘅機會，客話我睇電視行，韓國廣播本人聽到，民國92年。客家電視台開始放送嘅，韓國呢睇去年，講下廣播電台咩開始放送。下來當中有咗一部分係客家基本法，喺民國99年通過，睇去年咩修正草案咩通過嘅，也下客話係國家語言咯。30年過後，客人喺台灣同樣係天然大族群，也有453萬人生人，加睇全台灣嘅人口比例會有20%，也就可以講每50人就一個係客人。我想鴉片我先來問一下盧先生，唔知道講30年前也到行上街路安尼，當用咁樣提出去，同30年過後安尼時代背景下，唔知道幾樣時嘅訴求，討一下咁有一啲嚟完成，真係有太多嘢到嘅目標嘅。佢當時是因為出咁乜嘅種冇嘅情況下，就提出安尼嘅要求啦。但係唔到見比安尼嘅。進行到安尼情況嘅嚇，咱而家一條要求就有嘅，唔過對國家客家語言、客家文化咧，係咧咁樣驕傲一道。語言嘅部分。係啊，其實也唔止語言，文化咩咁樣國家都話，唔就比較講家講，學校教育來講，唔幾點重要，有乜嘅作用咧？難得呢都係學嘅一點鐘嘅客話。當然呢，要變相講，我睇有冇一提講，社會拍啲環境地方呢，有冇被複習嘅客話嘅機會？嗰種幾點鐘呢，其實等於冇咧。嗰種科家呢，我來教下，中央教唔到啊。嗰種講當時是冇想講，一度一樣嘅呢，真有辦法教到嘛，就提出安尼嘅種要求。
但係近比來看呢，有種要求，假使講喺只按道嘅種表現點點呢，可能係呢中央無效。嗰度近比來講呢，也三方面呢，中央呢愛加一度嘅力量呢，盡量嚟去改變。像個教育講，至少時間會比較多，但係也講也未提出用沉浸式的嗰種教學嘛，唔過也未多咩係遇到困難咧，也很多嘅規矩係慢要處理好啦。唔過就講也按多方面咧，就行啲中央嘅發展成嘅，甚至於電視台咪中央啊，唔講要客家電視台後面咧客家話都叫喺度愛看嗬嘅影響力有咩係有限嘅。哦，多謝先生啊，副主委，校委會算係睇亞蟲運通應運而生的一個專責機構嘛？而運通當時吼，其實大家還蠻去敢去上島咁樣嘅長途啦，吼，係呢去涉種採講語言嘅傳播啦，教育吼，但是呢，隨着台灣嘅民主化嘅過程，因為那個原住民運通啊，當初都訴求講那個農莊委員會吼應該廢除，做埋個無原住民委員會，農莊要無人到倆，吼。所以原住民委員會嘅負責在研運當中就要出來啦，嚇。所以呢，天定研運呢兩種嘅嚇，可以講本來你都有帶量作用啦，嚇。所以後來佢哋推動那個原住民委員會嘅成立嘅時間，你客家運通嘅那條先進啊，嚇，一直都講誒，嘅你嚇，係咪也應該有隻客家委員會，因為你。啊，係相對嚟講少數及弱勢嘅族群，嚇啊，應該國家有特別嘅資源，嚇，來支持，嚇。但是我正因為講啦，嚇，以運通嘅角度嚟講，嚇，其實你運通嘅對象啊，嚇，唔好單止係針對政府、針對國家，嚇。當道嘅問題其實係在你客家人彼此之間，嚇。係唔係要去討論對話，形成一隻共識啊，是一種嘅視角。你講客家運通30年啊，亦不得了樣嘅嚇。其實我因為講後擺嘅10年呀，甚至15年啦嚇。你冇乜嘅進度，基本上就講政府成立機器，客家這個國家機器政府去運作出好咧嚇。所以你這個客家人內部互相之間嚇，讓班人來宣傳，讓班人來互相嚇有隻對話講帶起我客家意識嚇，互相提倡講我來講客話。你睇個再話講乜再話講客家你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嚇，全部乜都賣，大部分都賣啦嚇。上講你睇你每三年屋卡看到嚇客家人都冇睇咧，讓班人講。你睇屋卡加上3代人嚟講啊。阿公要講，阿婆咩冇講啊？阿公阿婆要講，阿公阿婆咯，阿爸阿妹要講，阿爸阿妹嗬，將歸你肥老人家嘅，嚇，嘅後生人嚟嚇都完全冇講嘅，嚇，所以我將來你哋第3代咧做多年咧阿公阿婆啊，客家話就冇嘅嘛。對自家行業有意識，了解母語嘅傳承尤其重要嘅。國家經講到，也係30年過後嘅一下睇台灣社會向客家嘅 TV。相來也從運通30年過後，還有哪條意見，嚟談下其他嘅專家好怎樣講。我最近102年到107年，客家委員會有一隻按照地方行業整體計劃，我全省。走頭頭6隻人開始6度啦嗬，和各人士嘅樣，走頭頭，我是感覺從呢下行業重點發展區有70隻，呢下有35隻嗰種嘅鄉鎮市公所要參加呢種嘅計劃，又到從關於用談讓我當到客家人當到嘅為所，主辦啲行業整體計劃嘅人，唔係講客，我想關我母語大家計量是按3萬達標，但是交到啲公家機關來，公家機關嘅公務人員，佢想做簡報，冇辦法用客家話。電到客家話對客家莊流失到非常嘅嚴重，
实质上用的感觉，或者是我听第一线的这些我们知道就是相关的客家文化局长或等等，或者是甚至我们的小学校长等等，其实现在的在我们客家原乡的部分哈，包括六堆也好，桃竹苗尤其是苗栗，其实使用的这个百分比是很低的，甚至于呢是意愿也不高。所以我是讲说，那到底诱因在哪边？可能我们真的还必须要好好重新检讨，也就是形式上的有了，实质上还是没有啊。快通30年過後，不過家下台灣內邊行去董事行業行去有可能會無太多流失咯。不過客委會喺去年同各位客家基本法嘅修正草案，也下呢同行業列作係其中一個國家語言，唔但將有嘅一個法制化嘅國家語言嘅 TV， 韓國呢同應該同客家喺單一嘅共享嘅兩塊當中，就像家下有講到嘅，睇客家鄉鎮其嘅公共語言啊，韓國冇就誒其他嘅相關部門應該都會有愛講下韓國了解客家嘅人。輕鬆嘅話就係講睇學校嘅教學部分。客家咁有辦法正經變做主要嘅教學語言，就啱先生講嘅陳建成教學也得話。我想我先來談下後生一輩日家，你用嚟看。客委會成立過後，韓國也係有一個客家基本法，唔來看規個講客嘅環境，咁有知道講有一個較好，也係講有乜嘅意見。我講認為啊，客委會嘅心裡有兩隻更重要嘅核心價值啊，一個對內是客家文化、客家語言的一個認同感的客家族群地位認同感的提升。第二個是那個台灣的族群關係，是台灣副主委講的族群關係。目前我想有族群關係兩隻事情。第2018年離開台灣，族群關係確實有這個問題已經比較平和了。但是這個比較平和的背後，它來可以現在來看係，到底係因為族群問題真的沒有問題了嗎？這是個問號，這個還要可以討論。該講到咧，客家語言文化也只好，我本人有兩隻經驗，像我之前喺南埔嘅時節啦，像嗰度美濃啊、灣灣啊、內埔嘅那些地方。跟後生人之間哦，平常時生活講話用客話沒有問題，但係我自家生活的族動，因為後生人講話是係用國語，一般講的中文啦，哦，我知道這中間有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在生活環境中，因為族動該好發展，好都會化的為所，所以受到一種影響。但係目前一樣問題也見到經驗重，比如講。我看一個新竹的發展啊，挑白的客家莊吼，當清楚是講台一線以東是客家莊，但係你看目前客家莊緊推緊救啊，救到差不多為到那個北二高以東啊，就是甚至高鐵以東，就是客家莊的消失，兩件事情，以後會來好好的該考慮落去。嚴老師，本身就係六隊人，六隊嘅成分環境講下正經較好。佢有安尼講下嘅條件，韓國聽嘅問題係講，對客家鹽講來看，有專門嘅客委會成立過後，對客家鹽講嘅影響、推廣一方面，唔知道有哪條素材係對人哋係幫助也好，也係講有哪條素材，人哋現在遇到了瓶頸。我比如你如講，從美國嚟講，美國他講講英文，不過美國人吼，真好講西班牙文。哦，真好講，冇而家又冇嚟學啦。但是如果平常講英文拉兩句嘅安尼吼，做乜嘅以為安尼？因為講應該喜歡一個西班牙文嘅南美主要的文化嘛，最主要影響係咪音樂？美國人真好一個拉美嘅音樂嘛，吼。佢意思是講，其實我哋睇台灣吼，我嘅看法是講，我哋時常將客家師傅吼，比如我睇到講，我都向客家人來推動，吼，要求客家人、客家的母語教學啦、母語嘛啦，全部針對客家人。我嘅想法是，可能佢太發達，吼，所以講佢學太多，因為吼客話喺台灣會多代表樣，唔係講客家人嘅事情，應該係台灣人所台灣嘅問題啊。咁所以講客委會，我建議啦，就講係咪可能不管喺判法通啊，或者講有乜嘅其他吼，個文化方面咧吼，唔好將客家自己嚟做，吼，可以結合園委會嚇、園委會嚇，再講一個文化部嗰度吼，做嘅一個太足球呢，
吼，唔好抢安尼学院，因为就讲，也哈嗰度非客嘅对客家看法，就讲，客家人的事情，客家母人的事情啊，同我哋冇关系，我因为也唔错啦。沙嚟講到啊，譬如講，有個音樂嘅部分咯，沒有安尼現象。1997年是，嗰時節做客家音樂，播出嚟對象吼，都唔係客家，都唔係唱客家嘛。所以佢睇一個主流平台嘛，吼。所以一個主流媒體啊，全部可以接受啊。都做嚟接受安尼客家音樂。係啊，而家上天台哦，上啊都好，聽啊要死嘅幾陣嘢咧，某個天台就走人，而上嘅多所謂主流天台，全部都不上，好拢可以上。當然一方面係因為唱片公司嘅關係，唱片公司資源較多啦，吼。嗯。咁我意思就講，客家嘅東西吼，喺中國我哋用禮拜比方嚟講，也用我哋客家人嘅事情，客家嘅事情吼，啊，你用舊嘅，講用舊嘅也呢方式嘅事情吼，伊效果一定清差啦。像我先請教副主委，剛才言情上韓國日家己也都講嘅，現做唔得同客家之間關係的，你們認同安尼嘅想法？嚟經常去討論講，入呢個美國啦，美國加上5年嘅貢獻拿鐵嗬，啱啲美國文化存喺度。唔講打棒球，嚇5年拿鐵，你個棒球文化都半壁江山都冇提嚟咪，規班上都冇提嚟，音樂嚇。像你啊 hip hop 咧都全部都嚇5年嘅貢獻嘛嚇，啊加個節奏嚇、藍調嚇、jazz 咧都嚇，全部都係5年嘅貢獻啦嚇。所以你看，兩個美國咧5年雖然不能歧視，但是呢，佢嘅思考嘅方式，加個音樂嘅美學嚇，啊加個生活嘅態度咧都嚇，大量進入呢個嚇加主流社會。所以美國人許多歐洲叫做清楚講，我係美國人。嚇，雖然人家主講到歐洲來嘅，嚇啊歐洲人一看到美國人嘅時，其實知道講像現在我哋民族一樣嘅，所以講美國人咧係一個新嘅民族，嚇，受到呢個因為講受到呢個5年文化影響非常嘅大，所以你講你自家除咗做你內度以外，嚇，樣板型去打入主流，你做咗做乜嘅你客戶去過去啊，嚇，我記得頭擺阿扁總統嘅時代，你有辦啲客家語文節嚇。就講請主流嘅表演團體啊，來參與客家議題嘅表演，嚇。另下呢，也係講請主流嘅平台啊，做到嚟表現嚇，多元嚟表現客家話，嚇客家嘅文化。所以安樣辦嘢行出呢一條路，當然確實係可以繼續來做。30年運動過後，也客家有客家非成立過後，我們要走出更開創的客家。客家唔係自家關係來嘅，透過樣片，然後再過來看，過繼續來討論。2、1，啟動！民國91年，客委會推出同化節來做客家族群的新的節慶。過後為各種少年體節慶同全台灣各種的重要慶典，用競爭性預算的方式提出計劃，申請補助經費來鬧熱各種。但是法統70年以外5年推廣使用搶土，或者看法稍較保留。那你知道我們目前為止連學母語都是應付的。坦白說，可能大家願意學英文等等，但是學母語，他的找的老師可能都是比較老一點點的。那時段裡面可能是比較不好的時段，教室可能是到體育館，甚至呢，他可能要鼓勵你學閩南話就好，客家話還不一定會有選擇的這樣的空間。高山有政府單位圖推廣客家雜誌發行人前述30首，連埋人之名錄新興媒體分散鄉親得到自信的管道，令到減少客家使用的環境。頭擺政府冇叫冇停手，包括要停手咧，也有客家基本法咧，也有客家委員會咧重要地方嘅客家單位，但是你下客家話嘅推動起來。比30年前還好困難，好，你是希望你客家鄉親啊，而且各鄉自家語言自家叫。氣球節目製作人只用多年來都傳播媒體經驗，認為使用上辦法幫客家國家扭到生活度。比如講對客家種地度，當到嘅青年呢，一定要變到佢生活一部分。將有
有办法讲做一只廉价，无大家嘅生活制度较加清晰吼，无请讲客家先生在做，或者讲扮演客家嘅法通，客家因讲你做得有影哦，毋过对于讲，会较一般的省方面的东西较清晰的吼。万我母语运动30年嚟，前色山认为客发嘅流失长度，干那系66咁强人。阿部民众较很主动来学讲客，将西国较友好同客家文化传落去。我用嘅同客家行业嘅成法，亦係講按道嘅沙飛太中，我用行業客家人，認識客家，像家副主委講到，透過誒電視傳播媒體，可能用客家美食較輕鬆嘅方式，帶動大家擴大家對客家嘅了解，認識客家。不過在個當中嚟看，其實客家也下流失嘅速度，就像家下勞教授有講到嘅，行喺當時誒客家本已經入門體咯。對一啲統計資料，我帶大家來看，我想我看到嘅時間，我也很震撼。行業唔同，行業同呢係盲18歲也就只講法語，睇無係講乜嘅話哦。青島嘅就係講法語，有87%按度，有5.4%係講好咯，講客嘅冇5%。韓國有人係講原住民話。羅先生看到按呢嘅資料統計，唔知道講。咁正經，呢客話冇機會。一個語言呢，每到學講來搞嘅下，其實已經非常非常危險嘅啦。近比做嘛，我每到講學講呢，我去搞，民間嘅自家家庭也係個沙期嘅呢，冇辦法將客家話呢，盡量問下來按嚟傳嚇。啊，像一年係個。他睇見到我也想唔到，就講時代變化，想唔到，尤其媒體個面路也亮點嚇，樣樣非常非常嘅大。因為啊，雖然你都卡嚇，佢當然嚟做到看下嘅面路嘅東西，佢也係看呢個媒體嘅嗰種播出嚟嘅東西，當時有機會呢，很同自家嘅人去對話。正樣你即係看普通家庭咋樣？雖然在越做規個就天龍啦，一電視嘅呢規個嚟看，阿爸阿媽呢，將來呢，佢也冇法上門咯，冇機會呢起體交通，冇必交通呢，嘅客法都冇辦法傳下去啊。唔講係像一部嘅董事行梁澤師北漂。我同呢行人出外走去到別的所在，同冇共同族群係共下，冇就我們跟其他的族群結婚，這種的環境造成之下，也是我們客語流失的一個部分嗎？你睇下整件民間啊，一種客家藝術國想，客家話可以推動呢種嘅沙期性嘅，呢種嘅運動應該出來啦。也就係講做乜你客家基本法呢擺修正案啊。習總體呢個行業重點發展期要比變地方通行業所謂變地方通行業就比較按呢度作動，個作動將來你公所有盤嘅法統，你就講客啊，全部講客。係啦，你到兩隻嘅攤50人你又講法語咁啊，將來你又講客。當然你冇法則啦，冇講佢作去管啦，冇講罰錢啦但是有了咁樣以後呢，將來客會費啊也係講中央政府就會講你兩個冇就兩個做，一方面我會讓公僕升級，一方面呢可能就講，佢咁樣就客位你冇去推動，客位費資源你也唔是來搶不出啦，因為你就對客家嘅兩個復興都冇認同嘛，冇去做啦，所以咧變咗地方共窮嘅意思是講，因為而家只有在客莊才有窮下講客嘛，出去嘅時間當容易不然稀釋嘛。所以假使講呢個影響要講嘅時間呢個力量就變成一個基礎就要全部扯出去啦，你係不能夠扯落來啊，所以你要重新去打造一個語言沙期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事情啦。對沙期開始來做，我們目標不要太大，先小部分小範圍來做。不過像副主委家講到，客委會按認真做，按三盲做，想去對基層對地方開始來做，唔過在大家來看一份資料，
叶明咧看到汉人晓得谈同晓得讲客的比例是所长一态，也是民国106年啊，就是前年做的一个调查啦。晓得谈客话嘅，喺35年前出世嘅，有就一個咁嘅9成都會談，韓國會講，也是絕對冇問題嘅。不過，現在哋看到辦公門運通喺民國77年用亞來本，喺亞之前呢，算係講較後生嘅人，曉得談客話嘅出沒一半，4成天天，曉講客嘅16.7%天天，唔是講。見來見後生嘅後生人，客話一度都唔會講嘅，就像剛下羅先生講到嘅，年輕人其實都唔曉得講客嘅，像我是異類嘛，唔係我喺自細就睇客家狀態，睇客家嘅環境，韓國有安尼認同感，將會有成就我們這些年輕人會不會繼續講客家話啦？不過我們如果一直都鎖在安尼台灣嘅安尼看法嚟看，客人唔會講客。安尼做得係無客話就無客家嘅係，然透過客語學者加研究，帶大家向下來看。其實1960年代族群復甦的現象在西方世界受到很大的注意。那其實這些注意，他們就發現到，比如說以美國的意大利後裔來講，這些新世代、第2代、第3代在美國出生的意大利後裔，根本就不會講意大利語。也完全不曉得意大利的文化傳統，但是他們還是可以很驕傲地宣稱我是一個Italian American。那這種認同，他們把它稱為一種象徵性的認同，也就是說，他的確是在這個身份跟這個認同，對他在美國的適應環境有一些社會凝聚的作用，或是政治上的那個作用，但是這個完全不需要以能夠講意大利語跟熟悉意大利的文化為基礎，甚至那些傳統的文化，講嚴重一點，意大利的認同是他們來到美國以後才形塑出來的。以前他們在來到美國之前，大概只有非常地方性的，比如說科西嘉的認同、西西里的認同，根本就沒有一個，因為是他們離開意大利之後，意大利才建國，才開始有一個整體性的意大利國族認同。所以你可以說，在美國所產生的這種Italian American 這種認同，他們後來會被稱為象徵性的那個族群認同，原因就在這裡，就是它不再是以傳統的語言跟文化為基礎而產生。所以這種狀況可能跟客家人現在面臨的狀況有一點點相似。有法度用從家下研究員講到國外利益來看準台灣的客家，我想先請教日家，你剛剛看睇佢講嘅，你知道講他的這種說法，我們用客家的認同跟他所謂的 Italian American 的那種認同感，我們在台灣也可以適用嗎？我知道目前台灣客家人啦，吼，我知道有隻我記得你啦，像移民信仰基凝聚了整個新竹的客家人的那個認同，但是移民信仰有沒有辦法擴大到全台灣的客家人都因為安樣的信仰是變做我們是台灣客家人安樣。我覺得目前雖然講南部有中庸共，但係其中北部的移民信仰還是有一點不一樣哈。剛才王老師講的其實是學術上那種想象的共同體嘛哈，你透過用班音呢。媒體文化媒介，然後去形塑這個族群的一個共同體的一個共同體的共同認知。該因為台灣客家人應該知道，目前還冇青島安樣一隻主體，他為何要當努力當3萬元？我們同花可不可以？花布可不可以？還哪個東西可不可以？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大家都還在找那個共同的元素。可是話回過頭來哈，你想。我們是不是一定要找到那個東西，我們才能形塑我們自己的客家認同？客家認同有沒有可能它本身就是多元的，講四海大平安要各家冇窮樣的客家的西安還有台北、苗平、韶安，你各自有各自的一個地區的一個認同的元素的時候，是不是它也是可以一個被接受的現實？嚴先生。家看到嘅王先生，韓國唔似家庭音樂嘅部分，唔會知道講
音乐和个客话这两个一定是要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吗？还是说，知道讲客话可能会冇听，不过音乐听说会永久流传下去，这个是你的论点吗？按多年来看下来，我哋七度客家人哦，本身对客家嘅两则事啊，他讲伊本身嘅客家人哦，冇乜个清强烈嘅感觉哦。我记得你如何讲？我哋下面用客家嘅美食吼，已經名號打出來吼，青島客家傳統啊。但是唔怪奇怪，也按到客家音樂也唔會查客家音樂，唔標客家音樂。唔得，你要談到做唔係客家音樂。唔同一條價講，唔弄標客家音樂講，客家音樂冇人去談，所以機會個冇人去談嘅話，就標其他。一個邏輯都真奇怪吼。但是因為講吼，喺客飛飛係咪？有安尼想法，就講，我哋應該吼，每一個一項吼，當然一項青創業啦，模擬嘅教學也好，音樂嘅補助等等，伊個青創業都講，係咪本規則嘅客家沙嘅客家人吼，對客家兩則事吼，有一個真強烈嘅一個認同感，那因為唔啦，一個榮譽感而出來吼，那意思是講客家要拿出來。好，本身嘅感覺到有驕傲，拿出來有榮譽感嘅東西有啊。但是我哋過去一直就談到客家人唔係硬講到同化嘅兩個東西，哦，要當然唔啦，吼，一般後生人做乜嘅，他不買單，就唔講樣嘅，同樣下後生人嘅思想完全冇乜嘅關聯啦，哦，咁所以我哋喺美講，我哋太人殺人哦，而且每一個人都有關係，每一個客家人都有責任。因為現在講，你做客家人做音樂，你做音樂嗰人嘅責任嘛，唔係啊咧，每個人有責任，錯冇？大家都有一個責任，將一個客家嘅兩則事吼出備了。是唔夠用無窮用嘅方式，在自己的領域去把它發光發熱，這樣子。啊，副主委，清明就用個同仁的講，亞反擊客家認同跟我們的母語流失，我們應該從哪一個部分開始來做？還是我們方方面面都要？特別嘅國語教育啊，嚇，本嘅印象就講客家做功法係減少嘅啦，客家做功法係無水準嘅啦，嚇。所以頭擺咧就做改良人，佢講嘅外省腔嘅國語冇問題。但是你台灣人講豐收的花、利收的業、1、2、3、4嘅聲音都會少嘛，嚇。跟係客家人嚟講啊，強調冇乜個唔錯啊，但是你會變少，嚇。講好多嘅嘢咩會變少，嚇。所以我記得有一隻古書嚇嘅《論語》啊，《論語》就係個西門町，佢都吉他做街頭藝人唱，佢先唱韓國話，嚇。佢看板面上也寫韓國詩，他個就嚟彈啊，嚇。休息一下嚟，個字牌編下歌來講客家歌書，嚇唱翻個客家歌，冇人彈啊，共享一條歌，冇人彈。另外一方面啊，就隨到講沙期性嘅問題啦，嚇。你當然就講，你穿比利時也好嚇，你個加拿大嘅嚇魁北克也好嚇，其實係講採取個族群適種嘅素材啊，嗱一天咧強烈嚟比繼續嚇，喺佢共享環境上形塑一隻一講母語嘅一個制度，嚇。制度法係咧當重要嘅嚇，那但是制度法啊嚇也有隻因果關係。民間嘅各鄉土係唔拉實嘅，呢個制度法啊嚇，就會較鬆散；民間嘅自覺土係強嘅時節，呢個制度就會較硬，嚇會較硬性。所以你哋可能就種種嘅啦嚇，所以講家所講嘅行業發展期啊嚇，優先使用行業，變咗地方通行業，嗰個公交人員嚇有天比例而比講嚇。另外就講形成一隻互相講客嘅沙期，所以我想家嘅汪福昌教授所講嘅 Italian American 嘅事情嚇，當然因為佢離開佢其他影響，佢經驗就偏見嘅素材，佢係散開來嘅，那散開來嘅唔出錢都不就用一樣方式來維持。但是嚇，你台灣客家因為你還有自家沙期，嚇，你有隻團塊，貴啲都啦嚇，你自家影響，你自家媒體嚇，所以有時你一個地方一天都先顧到來。我走到台北來嘅當然是只有聽朋友講嘛，嚇。但是呢，假使講你哋語言嘅影響源頭很多嘅時間，嚇，出現人就要繼續維持廿個語言嘅認同。你年代係冇去嘅嚇，出現人就真人就搖搖呀就冇睇嚟啦，嚇。所以我想喺呢兩台方面嚟同時嚟進行啦。老教授唔用嚟看咯，那是有擺題哈，講真嘅，客家人到台灣。
万一呢，係講冇辦法發傳下去嘅情況呢，一樣嘅潛默嘅東西咧，本大家嚟認同。有人家講嘅乜同化嘛，藝上幾條困難怕冇辦法。大家呢可能三萬幾潛嘅可以帶通嘅力量呢，本大家嚟認同嘅啦。我是提嘅有些半開玩笑啦，不過啊，係落到那種地步啊，實在也冇辦法嘅事情。主講嘛呢？行業每一從事去搞個堂口咪嚇，買個香就買堂口。假使講所有行業啊，係咪按名嚟講呢？個香呢就拿改用堂口兩隻字，哎，當然啦，佢講呢基礎的就變到西扎。哈，西扎斯嘅名香啦，冇做上漲，那是粉農重鎮係啦，這樣的意思。用愛呢，其實也沒個去那個分配的一個方式了。日家，你是還有要補充嗎？就是我用我自己的例子啊，哈，就做一個提醒啊，挑白統治者他為了他的政權利益，他推行他的國語政策，然後打壓到一個極致之後，像在我身上就是一個反彈嘛，我的客家意識完全就是對那個政策的反彈。那我講這個話是其實是要提醒說，我哋做唔得，因為這個客家族群當起我地，我也很擔心這件事情，不能因為我們急，然後急着去推動這樣客語的教學，反而造成對另外一種壓迫，然後會造成另外的反彈。我只是想要做這樣的一個提醒。就像壓動到好生意，想要講客又唔敢講，講出來又講不贏嘛。其實很多都是這樣被壓到後來，他反彈之後造成的。看來我們是要用愛的教育，非常重要啦哈。你確實要按你推動客家兩難，然後你喺民主時代哈，按你到客家莊推動行業教育哈，你總唔得講啊，唔講華語要掛橋牌啊，好已經冇法度咁樣做嘅。嗰個你客家莊一唔係只有客家人，嚇，要有其他族群嘅人，好，咁樣嘅時間係學教啊，用乜嘅語言嚟教書咯，嚇，按你就讀到一樣嘅問題啦。但是我哋都具備佢嘅經驗嚟講，嗬，英語系嘅人咧都具備佢實力，嚇，捱超係所有課程用法語都會教，但是咧，英語系嘅人嚇，我要機會保障人嘅母語嘅學習啦，嚇，我聲音為講呢種模式，嚇，假使講台灣做嘅時間啦，嚇，客家發展有機會啦，我因為冇聽呢條路嘅啦，嚇。但是你到客家莊，要想到講，誒，你也有其他族群咧，所以你也冇法度用客家話嚟做教學語言，嚇。按樣我想都太貼唔是叫嘅嚇，就開始去尋粉農長鎮啦，嚇。嚇啊，西圍小結啊，咩？依藏小結，依藏。清明嚴先生，客家可能兩位先生都唔希望佢冇睇啦，唔過嚴講有部分。聽說對客家來講，你這邊的看法很有關。有個東西哦，所以我哋喺做事情，目標嚟講，我見比佢賣到動唱片哦，可以賺到錢，應該唔單係唱嘅。還有一個生態任務嚟講，我哋天數嗬，從行業客家話，嗬，無論去了又好，西安好，其他在灣也都好，藥品，我哋其實係天數嗬，從我哋翻譯嗬，因為睇音樂度啊，譬如講。唔係喜歡一條歌嘅時陣嗬，其實彈嘅人嗬會上去學嘅多，唔最冇學用嚟唱嘛嗬，啊再建議配料嘅也嘅啲歌詞嘅意思啦，嗬，啊尤其如講也佢甚至可以打破族群嘅界線，嗬，所以喺身邊嘅客家嘅音樂人嗬，我哋要繼續努力嘅地方。好。多謝先生，今日節目呢，本台係會來討論反共母運動30年。唔過30年過後，我想也客家文化嘅傳承，也係保留，咪係今日來賓親關係真重要嘅。今日大家講到嘅就係講客家有可能有一日真叫佢冇聽，唔過大家唔係希望講客家真叫佢行上一條路。像家講到嘅，無論係音樂、美食一條素材，都係有機會本大家嚟認識客家嘅一種方式。唔過，最重要就係自家嘅意識，韓國自家有認同係客家麼？我相信一場運動唔會結束，韓國會繼續行定下去。故所講，每場大家要繼續嚟關心同客家相關嘅事情。以上就係今日全面睇飛，感謝大家收看。